春萍姐，楚林墨，把这些衣服给我洗干净。这么多衣服啊！让你洗你就洗，哪那么多废话呀？那擦地布也要洗啊，擦地布也会脏啊，脏了就要洗。干你什么事儿啊？你给我滚！春萍姐，你这分明是在捉弄我嘛！哼，捉弄你又怎么样？我不能够捉弄你吗？可是这样对我太不公平了。勾引冷统领的时候，你怎么不知道不公平了？就是啊，活该，活该！你这分明是利用职权欺负人嘛！我叫你滚远一点，你听不见呐！有多远滚多远。可这平常洗衣服的活根本就不是我干的。那今天我还就是让你干了，你敢反抗吗？你敢吗？好了，我今天限你在1炷香之内把这些衣服洗好晾好，否则你今天晚上就不准吃饭。没饭吃。开始。林墨，我帮你。啊，你不怕挨春萍姐骂啊？这么多衣服，你怎么可能在1炷香之内洗完啊？根本就是在故意为难我。你知道吗？这世界上有2种人是不能得罪的。哪2种人啊？第一种是你的主管，第2种是女人。啊，那我不就完蛋了？春萍姐既是我的主管，又是女人。所以你的下场就更惨了。啊哈！我什么时候才能有好日子？不知道得罪人有多惨呢。洗吧，不洗就真的没饭吃了。我看你还是不要帮我了，不然春萍姐看到又要骂我了。那你洗得完吗？可以了。喂，神侯府你家开的，你看都不会让一下。你吃错药了吧你？吃错药，还不都是你害的？要不是你，我也不会洗这么多衣服。冷公子，林墨，我帮你。哎，我让你洗衣服，谁让他帮你了？我没帮他。这木头这么重，他一个人拿不动的。嘴还挺硬，让你一个人干的事儿就一个人给我干完。你闪开！下戏了，林墨的工作还没有完成。哟，那你今天晚上可就没饭吃。饿死我了。给你的。谢谢我亲公子。哎，慢点吃，别噎着。我听伊尔说你受罚了，所以特意带了一些烧饼给你吃。你千万别让春萍姐知道啊！春萍姐一直喜欢冷血，只是你跟冷血有误会，所以春萍姐以为你勾引她。我勾引她？我勾引一只猪，勾引一条狗，我也不会去勾引她。为什么一提到冷血，你这么大的火？他这个冷血动物根本没有一点同情心。今天下午看我抱那么大一个木盆那么重，他看了一眼，帮都不帮一下，根本就是助纣为虐。冷血虽然一直很冷漠，但如果你真正的认识他，他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。只是你想一时进入他的心里，比登天还难。谁想要进入他的心里啊？我连见都不想见到他，都是拜他所赐，我现在才没有饭吃。好在啊，
我在神侯府还交到了一个好朋友。你是说叶儿？全神侯府的丫鬟都帮着春蜜姐来欺负我，只有她帮我。那，你在这里也算有收获，起码结识了叶儿。除了叶儿之外，还有无情公子。谢谢你特意送饼来给我吃，你对我的好，我铭记在心。啊，那再吃点吧。有人吗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别再喊了，你觉得在这儿，谁会来救你？是不是你把我关在这个地方的？你就别管是不是我，乖乖的待在这里就是了。你。怎么了，李默？我只是想要拿回我娘的东西，为什么这么难呢？那个玉佩，对你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？那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留恋的东西了。我想我娘。其实你已经很幸运了。对不起啊，我是不是又让你想起以前的事了？没事。我记得家里永远只有娘亲一个人，一个外人都没有。其实娘亲年轻的时候受过男人的伤害，所以我们家里从来没有外人，尤其是男人。哦，娘亲收养了很多女孩子，给予修身养性、锦衣玉食，可是就是不许提爱这个字。谁要是触犯了这条家规，必死无疑。我怎么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你跟你叔叔和婶婶住在一起，你婶婶对你不好，还因为家产的事情要把你赶出家门呢？对啊。哦，我说的是我爹和我娘没去世之前的事。那所以你家里只有你娘，没有男人啊？那是因为我爹去世的比较早。哦，所以说你爹去世之后，你娘就不让你跟外人接触啊？别说我了，林默，来神侯府之前，你有喜欢的人吗？我从小就喜欢我表哥，他对我可好了，总是漫山遍野的陪我抓蝴蝶，而且还会把最漂亮的那只留给我，对我既温柔又体贴。真好，我很羡慕你。只是后来，他跟我爹爹提亲，我爹非但不同意，还把他赶出家门。想不到，你也有这样的伤心事。虽然后来我表哥背叛了我，但我不怪他。我欠他的，算是扯平了。不再有情，互不相欠。或许这是我们最好的结果，免得天天朝思暮想的。原来你也是一个多情的人。每个人心里总会有想念的那个人嘛。对。我也有一个让我朝思暮想、夜夜思念的人。我想做个平凡的人，
我想和他浪迹天涯，我想为他抛弃我过去所有的一切。他是谁啊？他是一个书生，被我娘一掌打成了重伤。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，我十分担心他。那你为什么不跟他在一起呢？有很多事情你是不会明白的。快到了啊！你们就是四大名捕中的其中2个人，对不对？我在这里等了你们1天1夜，我终于等到你们了。哎，姑娘，我想你是想让我帮你签个名，好让你在你的朋友面前炫耀一下，你终于见到京城4大美男中最风度翩翩的追命了。被你发现了。我想你这么怜香惜玉，应该就是追命了。哈哈，别，不用啦，我是来找铁手哥哥的。你能不能帮我签个名啊？好吧。签在这里。好了。铁手哥哥在这里签了名，以后铁手哥哥就是我01的人了。哇，你以后必须喜欢我，跟着我一辈子。签名的人是你啊，兄弟。一辈子，差1天都不行啊！哎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还给我！你是堂堂4大名捕之一，怎么可以从一个小女子手里抢东西呢？姑娘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要跟他一辈子啊，兄弟！喂，我不认识他。铁手哥哥，你是不是个男子汉呢？你看，这里面有你的签名哦，你的签名哦。哎，这不是你的风格。我回去找师叔谈一谈，你们2个成亲的事情好不好？志明，你个大嘴巴，别乱说！铁手哥哥，你要是不答应我的话，我就把这个贴在正阳门上，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欺负小女子的人。姑娘，这大白天的，你拉拉扯扯干什么？快放开！我是一个女孩子家，我还没喊，你着急什么？快放开！不要！你这个男人怎么不一言九鼎啊？都已经签字了，就要说话算话。姑娘，这天已经不早了，赶紧回家吧！啊！不要！你这样无理取闹，让其他人看到了，还以为我欺负你一个女孩子家。就是欺负我一个小女孩子家。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话，我就坐在这里哭。喂，喂，时间不早了，赶紧回家吧，你爹娘会担心的。喂，你要是再这样无理取闹，我就只好找人把你带回去了。你走，你不要管我了。我爹娘死得早，我还记得那时候你来我家乡办案，然后看到一个坏人在欺负我，然后你一脚踢飞他，还这样子。哎，我会吼吗？我只是比喻。那时候你还把一个坏人给踢飞了。好像是有这么一件事啊，不过我也不记得了。那你过来找我干嘛？我来感谢你啊！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来到这里，我现在已经身无分文了。你看，你已经签了字，就让我照顾你一辈子吧。你？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，你还照顾我？那你现在住在哪儿？我现在住在西凤角上的秋云观，那里的师太好心收留我，他告诉我你们4大名捕就住在这里，所以我就来了。那我先送你回家吧，改天你再来找我。真的？
真的。哎，不用我送你回去了。哦，对啊，那边。走。楚离墨，我限你在这炷香烧完之前，把整个内堂给我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内堂这么大，就我一个人扫啊？春萍姐啊，要训练你的办事能力和速度。就是。如果我看到一丁点灰尘、一片落叶的话，你就没饭吃。春萍姐，昨天还不够，你今天又在捉弄我。捉弄你怎么了？你能拿我怎么样？难道我不能捉弄你吗？谁叫你勾引冷统领啊？这已经便宜你了。就是便宜了。你们这好戏呀，还在后头呢。好了，哦，善意的提醒你一下啊，这香啊可不太长，烧完之前一定要做好，抓紧时间啊。点香。谁让你得罪春萍姐了？我们当然帮春萍姐了。别吹你！哎，你干什么呢？我好不容易才弄干净的。看春萍姐怎么责罚你。你们谁让你得罪她了？怎么还这么脏呢？我打扫完了。没有，没有，这里都没有。是你们两个弄的。就是哎呀，别吵了，这香都差。这香没灭呢，春萍姐。春萍姐，你刚刚不是说，这炷香烧完之前，要是黎墨打扫干净，你就准他吃饭，这话算话吗？走了。哎，怎么了？一个人喝酒啊？哎呀，铁手哥哥，我也想让你照顾我一辈子啊！你个死追命！那我开玩笑啊。喂，我刚刚去找你，找不到你。那个守卫跟我说，你跟一个姑娘走了，进展真快啊。我送她回家。送她回家？我原来以为我追命是情场高手，原来你才是真正的情场高手。哎，有什么秘诀？你教教我吧。你想什么呢？他就住在西峰山脚下的秋云观，你一个人回去害怕，我就送他回去了。哦，哎，女人真麻烦。哼，我倒希望有个女人麻烦我，你知道吗？紫罗心里面只有冷血一个人。冷血他这个人呢，你知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啊？什么问题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他怕把紫罗放在那里，
就会把鸡腰花晾在这里，就不干脆了，对不对？我说追命啊，你这脑子里一天到晚想的就是这些啊？你是在跟我说风凉话吗？我才没时间说风凉话呢，我先走了。啊，走了，一个个都走了，只剩下我追命一个人。哎呀，我追命啊，性格是没有问题，只是我的名字有问题。追命追命，整天都在追呀，追也追不到，就是名字有问题。追命，怎么还没睡啊？你不也没睡吗？来，给我喝一口。啊？你要陪我喝酒啊？你整天一个人喝酒，不闷吗？要说闷，肯定比不上你了，兄弟。你整天拿个那个什么笛子吹啊吹啊，如果是我，肯定闷死了。这支清风玉笛是如烟送给我的，你别拿它开玩笑。对不起啊，但是你吹那个玉笛呢，肯定比冷血正常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没听懂。姬瑶花跟紫罗公主非常喜欢冷血，这个没有问题。但问题就是，冷血他有问题。什么？是他不敢确认。他把那个姬瑶花扔在这里，还有那个紫罗公主扔在那里，他就是不敢确认。原来说了半天，你在说这件事。冷血身上有血海深仇，大仇未报，心里肯定不会想这些。我问你啊，兄弟，如果他一天没有报到仇，他是不是就一天不想女人？冷血像冰一样了，他的个性才不像你，整天绕着紫罗公主团团转。你是在挖苦我吗？没有，我觉得冷血只是把他们两个当朋友看待，别无二意。这也对啊，我觉得冷血肯定不会喜欢紫罗公主的，这么麻烦。冷血不喜欢紫罗公主不要紧，哪像你，虽然整天喝酒混在女人堆里，但是心里一直都有自己的公主。你肯定是在挖苦我。酒还没有喝呢，不喝了，睡觉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什么？听说他偷了冷统领的手帕，冷统领啊给他下了封杀令。谁说的？谁说的？小梅说的。小梅怎么会知道的？小梅说春萍姐告诉她的。冷统领的封杀令可不是开玩笑的。就是。哎，小梅，怎么回事？楚离墨是怎么一回事？知道冷统领对他下封杀令？对啊，快说说。跟我说说。谁叫他不识时务，得罪了冷统领？啊，得罪了冷统领。大家都知道，冷统领的封杀令是非常非常恐怖的。就是楚离墨被下了封杀令，这下他完蛋了。以后我们要离楚离墨远一些了。对啊，我可不想也得罪了咱们神侯府的4大统领啊！见到楚离墨那臭丫头，我们好好教训教训她。对，一定要。楚离墨，哎，在这呢。啊！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看你是在勾引男人吧？就是啊，人家是在勾引男人吧？你们不要欺人太甚啊！被冷公子下封杀令的人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。是啊，被下封杀令的人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。没有好日子过。走。不准走！又挨欺负了，太过分了这次。叶儿，就你对我最好了，不会像他们那样对我。冷统领为什么对你这样？真是幼稚无聊，就是因为那个误会，就对我下了封杀令，幼稚死了。早知道这样对我，当初我还不如什么？没事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没有了，没有。冷血，无情，坐吧。我想让你帮一下黎墨，他现在处境很为难。你来找我，就是为了他。我想告诉你，之前发生的事情是一场误会。误会？他潜入我的房间，冒充帮我按摩的小林，偷取我的手帕，这就是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。我看他言语间似乎有什么不得已。不过从我对他的分析来看，他不可能是小偷，也许是被别人利用了。无情，
她只是个丫鬟，你犯得着为她如此费心吗？我是觉得，她受尽了丫鬟和女神部门的欺凌。你是正人君子，你得还她一个清白。这一切都是她自找的，跟我没有关系。你们俩连说话都一样，性格都是一样倔。我才懒得理她。冷血，她现在每天都被捉弄，你应该出来帮帮她，不要让大家继续误会下去。那又怎么样？吴清，既然你这么帮她，我就和你说说我的想法。你说。自从楚林墨上一次在申侯府逃跑之后，他每一次经过我的身边，春萍姐，都准备好了？就这么少啊？所有的都在这儿了。哼，你半炷香之内把这些木头都给我劈成柴火，如果劈不完的话，你就没饭吃。还有，每一根的大小不能超过这个。啊，这也太细了吧！这么多柴火得劈多长时间啊？春萍姐，你这样每天找新花样陪我玩，你不累呀？我是这个府上的丫鬟总管，我对你说的话就是命令，让你干什么你就得给我干什么。你准备是。啊，这支香比上次更短呢。不是说了吗？春萍姐呀，要训练你的办事能力和速度。赶快劈吧。我们走。是。等等，你也跟我走，省得你偷偷的帮他。坏人。走了。痛死我了！这样劈，什么时候才能劈完？与其留在这里过这种生活，倒不如离开申侯府。每次往哪里跑，你都知道去哪里抓，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！我们千辛万苦把你带到申侯府，你为什么要逃跑？我才不要在这里让春萍姐虐待。这么一点点苦你都受不了？一点点苦头？嗨，虽然我不是出生在皇族世家，好歹我也是个知府千金吧。从小我什么事都没有干过，不要说洗衣服、劈柴。我连地都没有扫过。当初让你来申侯府的时候，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，你来了之后只是个丫鬟。丫鬟也是人呐。
你说端水泡茶我可以不介意，劈柴洗衣服，还有扫地我也可以不计较。可是他们现在呢？他们不给我饭吃啊！丫鬟的事情我管不了，你只要春萍姐不喜欢你，只要她不跟我计较，不针对我，我就有好日子可以过了，对不对？但偏偏这些现在都落在我头上。我管不了你那么多感受，但是你不可以一个人走，你不可以离开申侯府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真正的身份是秀女楚映雪，你有为我们考虑过吗？当时我们是冒着欺君之罪把你保下来，万一皇上发现你没有死，那四大名捕会是什么样的下场？如果皇上怪罪下来，整个申侯府都不保。那只要我出去不告诉别人我是楚映雪，不就行了？不行。我管你行不行，借口。谁也拦不住我。我没时间陪你玩。我才不想跟你玩呢！站住！非礼啊！救命！那个人他要非礼我呀！救命啊！哎，怎么回事啊？非礼，就是他！哇！哎，等会儿，你说他非礼你？他可是民镇京城的四大名捕，他怎么可能非礼你啊？仰慕冷捕头的人多了，没有10000也有8000的。就是。我好歹也是漂漂亮亮女孩子嘛，怎么就不被人非礼了？你演够了没有？冷捕头，给你抓着了。告辞啊，冷捕头。你就那么想让我非礼你？你最好给我老实一点。哦，非礼啊！我自己会走。去这边。冷血动物！哼！一个柴火都没给我劈。这个死丫头不听我的命令敢偷懒儿，还不赶快去给我找找啊！是。哎呀，我自己会走。你这个死丫头，你去哪儿了你啊？你敢给我偷懒儿？你啊，冷统领，人我押回来了，由你来处置。真是个冷血动物！你居然敢冒犯冷统领！再说话，你给我小心！没饭吃是吧？我都知道了，在这里早晚给饿死。还有啊，丫鬟的事情我虽然管不了，但是你知道，神侯府是经由皇上管辖的，不允许滥用私权。如果让诸葛大人知道了，你知道是什么下场？啊，是，春萍知道。还有，以后再下封杀令的时候，不要挂上我的名字。还不赶快去给我劈柴！要点香吗？哎呀，不用了，真是便宜你了。就是。月儿鬼鬼祟祟的干嘛？月儿的衣服。
你是谁？为何闯入神侯府？夫君，你怎么坐起来了？你实话告诉我，你到底出去做什么了？我没做什么。这么多天来，你每天都早出晚归，你肯定有事瞒着我。我只是去外面找了些熟人，我想让他们帮我找些事来做，可是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事做的。夫君，我先帮你倒杯水喝。